那个同事哈，那个结婚，好，那我们白天上班嘛，那他那天特别要求大家，就是他等于办那个白趴就对了啦。好，要大家都穿白的，因为婚礼有的人也会拜白趴嘛，有人会说，哎，要求大家都穿蓝色的，扮蓝趴这样子嘛。蓝色的趴，对，那有时候全黑的都黑趴这样。讲太多就不好笑了。我只是在讲说趴有各种不同。刚刚那一集树懒叫什么声音？对，老师，他大音齐响。这可以讲吗？树懒叫的声音你听过吗？老师，不是老师，你对着我讲。先回答。你有没有听过？老师，你在问一遍，让他好好回答一下。对，他听过。你再问一遍，有没有听过？你刚刚的问题。你学坏了。不是啊，还吸收进去哎。黄度，你有没有看过树懒？树懒有啊，树懒对呀对呀，那树懒叫的声音有什么不对？他一直在那边说我那个论久一点，树懒叫的声音啊，对呀。老师，刚才没人听懂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什么啵啵啵啵是什么东西？他不知道树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我知道啊，就是树懒是一种动物。对啊，是种树懒。但是树又是一个形容一个动作的。什么动作？台语啊，树，像珍珠奶茶，你知道刷牙有没有？我不知道。没关系啊，刷牙这样啊。对啊，让老师那个维持他那个冰清玉洁。我要回去问师长了吗？上次我问师长什么是八爪鱼，他第一个反应说你在哪听的？你在哪里学的？多啊！对，我不晓得知识这么丰富，而且八爪鱼都知道。后来我跟老师说，现在不止八爪鱼了，现在进步到8864种。可以解了，全配就对了。哎，我要讲哪里啊？你刚刚傻眼是不是？我流眼泪了。那一天要办白趴啊，那我们上班不抢了什么东西吗？对啊，再跟你讲。那要穿白趴，那我们上班不可能穿白色的衣服去嘛，也没有那种白西装，我还特别去跟朋友借哦，啊，人家那个也是难得。去康乐队借是不是？不是康乐队。都很大件哦，因为要轮流出，帽子都戴歪的，抽烟来那边已经职业倦怠，后面的领班那边啊，走错厅了。我还看过女的洗手米的指挥还嚼槟榔哎，对，怎么会讲到这？白色西装跟谁接？那个年代有一个艺人很喜欢穿白西装，秦伟，好，所以他白西装。他也是这个年代的好不好？我讲这个年代的，现在也还是啊，现在还是啊。然后我就放着，然后下班了嘛，好，下班要赶去啊，就到洗手间就换，然后那个换，急忙换，然后呢就搭计程车，然后到了会场呢，那时候因为狂风暴雨，我们那个一下车地方就是一个水洼，好，水凹处这样子，哎，那个车子一过来，砰，那个水就是 SPA。喷，又一个白西装，而且最该死的是什么？别人借的，跟别人借的，该死的是我没有穿内裤。白西装，然后白裤子，为什么不要？因为我下班进厕所在换的时候忙中生错，因为连内裤一起脱掉，对，一起脱掉，然后穿起来啊，出门才知道你。然后心想说不穿内裤，哎，你这很失礼，你跟人家借西装，哎，万一有什么？可是我买西装，我本来想说 Who knows？ 而且你有这种一身病的人，没有病啊，但是有一点鱿鱼味是真的啦。那我心想说，不穿内裤就不穿内裤会怎样？其实很多人出门也不穿内裤啊，很多知名艺人出门也不穿内裤，通常就不穿内裤。对呀，那个罗志祥有时候也不穿内裤啊，那也无所谓啊，那有时候比较通风。那我哪知道会有水，刚好就把我那个搞透明。哎，众目睽睽之下哦，因为我们在会场的对面下车，那你知道门口挤满了很多亲友在那边抽烟的啊，很多在那边聊天的，一大旁，每个人往我这边看，对呀，因为你有个部位全部都是黑的嘛，黑蜘蛛。对，那我是要回去，还是硬着头皮再走进去？对，我还是硬着头皮。拿个欧西莫里赶快塞进去吧。我们是没有拿到亲摸里，我是进厕所拿了个卷筒式卫生纸。对呀，遮一下。对。我还在想刚刚什么是树懒叫哎。他在
你就回去问你老公剪啊，掉。说你问你老公有没有这个动物叫素来，然后老公会模仿给你听。佳姐，佳姐，你先解释一下，老师会很困扰。没有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我小时候是外省人，其实我也听不懂。那长大就不是外省人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小时候也听不懂男生在骂脏话跟讲台语。我知道徐伟老师现在就是这种感觉，对，就是。那你可以解释给他听，不好讲。你很想听他，不是，对啊，因为我不会讲啊，因为我不会解释。好，我反应比较慢一点，我等一下再想。树懒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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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树懒。